针对淡市3岁查某囡仔行伫过路线却被弄死一案，议员伫保安部门的工作报告引发交通检讨的声音不断。其中议员陈英丁就根据111年的统计，全台每10万人伫交通事故死亡甲受伤统计，淡市3226位竟然高达第1名，变成大家口中过路人的地狱，强烈要求交通改善。台南市在去年每10万人的死伤数其实是全台湾的第1名可以说是一直稳坐这个伤心的第1名，所以他们就在戏称说，到底如果是有18层地狱在哪一层？所以我们台南就被说我们好像在交通地狱的18层，这是在2月的新闻结果最近因为这个3岁小女童的这个不幸的事件，让大家对我们台南这个交通的问题真的是全台湾全台湾都在讨论所以怎么洗刷这个交通地狱18层不要再一直稳坐这个每10万人死伤数是第1名这么伤心的第1名我们到底我们的警察局这边要做出哪一些努力啦？交通的部分呢，可以分成3个部分哈。第一个是工程，第二个是教育第三个是执法是。我想工程的部分呢，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跟交通局这边还有学者专家是一起开这个大案汇报，是针对我们包括说我们现在这个忠义路成功路口已经发生过那么多的交通事故，所以我们建议说这边是不是改为就是行人专用号志，是当行人绿灯的时候，所有车辆都要停止，是以防止说再发生类似的不幸。毕竟是距离这么路口这么近的，距离这个市场这么近，然后交通那么繁忙的路口啦，我想这个是有必要行人专用时项的部分。因为咱的 A1 事故，咱一定拢会现场再去勘察嘛。那么我想请教你，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路口到底有什么问题？应该是说这是驾驶个人的问题是比较严重一点，对他没有照那个左转引线虚线那个引线，而且没有减速，是而且前方这个很明显2个行人在那边走第一个他没有减速，对，竟然在行车的时候没有看到前方有行人不管他是行人或是汽车或其他障碍物，你不更加弄了嘛？就完全没有减速就撞下去了这是开车的人问题比较严重一点了。当然我们怎么去教育所有民众守法这是又另外一个议题了。另外，针对台南拍算伫旧城区试办取消机车2大小倒弯的做法，对此警察局长认为并无适当。会中交通大队嘛强调，因为开设地点、工程、号志等多方面，也需要甲专家学者讨论。交通局嘛无甲因指责，所以目前试办并无时间表。台南新闻，军事林英光采访报道。